台记台金曲奖入围系列报道，今仔日要带大家来熟悉一个台南的查某囝李德心。伊有一首歌叫做《足芳足芳》，这是模仿跨国话的腔口来唱台语歌。另外呢，伊的台语专辑《水》是咧描写着水歹，也有性自主等等的女性观点。这个作品也互伊伫今年金曲奖入围6个奖项。我亲前拖，开拄我个拖。有影有汤有味有汤。用华语的发音来唱台语，李德心的这首歌《足芳足芳》，互伊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奖。伊讲自细汉就最爱看电视，创作灵感是对天使玉玲珑来的。我以前顺歌拢会讲一句，讲 Bonjour Bonsoir Bon vivant。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是袂晓台语的，但是伊听我讲即寡音乐背后的故事，我是安怎写这的歌，用啥物音，因就会发觉讲，其实台语足好耍的。其实台语内底有真侪外来词，包括法语和日语等等。李德心认为，应当爱有深色的音乐来表现台语的多元。伊的作品嘛呈现伊高怪个性，不过李德心嘛注重描写水、歹、性自主等等的女性观点，也用一首台湾查某囝来展现无共无样的女性。但是唔通袂记你台湾的查某囝，温柔的骄傲，思想的坚强。我是台湾的查某囝，一个台湾的查某囝。李德心1989年伫台南出世，正11岁就开始参与音乐录音甲出版。伊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专辑《水》是伊头一张台语专辑，拢总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性歌手等等6个奖项。其实这张专辑就敢若讲一件代志，就是原本的你的模样，不管是身体还是心内底，原本你生做安怎，拢无要紧，拢是一种水。李德心表示，有真侪人捌甲伊讲过，听伊唱台语歌，感情的表达等等比华语更较直接。李德心认为，是伊还未社会化以前，母语就是台语，伊毋免变做另外一个社会期待的型，所以唱台语也互伊展现上真实的模样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